啱啱呢個禮拜嘅直播零接觸啦，其中有一位嘅嘉賓呢，就係劉錫明啦。哇，真係好耐冇見佢啊！除咗唱歌同埋做戲之外呢，喂，真係估佢唔到喎。原來呢，佢仲精通算八字嘅，咁啊更加有留半仙嘅美譽添啊！咁劉錫明就話呢，對上一次翻嚟 TVB 娘家呢，哇，原來已經係7年之前㗎啦。做啲咩呢？翻嚟唱歌啦，就係去流行經典50年啊，做嘉賓嘅。咁啊唱咗佢嘅首本名曲《是緣是債是場夢》啊！哇，呢一首真係經典啊！隔咗咁多年咧，都仲記得啊！而佢同梁思浩嘅淵源咧，原來就係1989年開始嘅。當時咧，大家都拍劇集就係義不容情啦，眨下眼咧已經係40年咁滯㗎啦。咁節目裏面咧，劉錫明就透露咗咧，去鑽研呢個紫微斗數啊、子平八字啊，就已經咧有20幾年嘅啦。咁啊，當時離開咗華星唱片公司之後啦，機緣巧合咁啊，喺89年嘅時候就認識咗一位咧喺深水埗幫人哋睇八字雙目失明嘅伍師傅。咁啊，佢就話咧，當時阿師傅咧就已經成70歲嘅啦，就幫佢睇咗成條命啦。咁就話佢咧喺89年嘅時候咧，就係佢嘅關鍵年啊，上半年咧係會好差好差嘅，仲特別叫佢咧多啲陪下爸爸。咁啊，估唔到咧1個月之後咧，劉爸爸咧就突然之間心臟病發咧，咁就離開咗啦。咁啊，呢一件事之後咧，就開啟咗劉錫明對於八字嘅興趣，就拜咗伍師傅為師嘅。咁啊之後咧，機緣巧合底下啦，劉錫明更加帶咗一個咧新秀歌唱大賽得獎嘅師妹啊，去見阿伍師傅。咁啊簡單咧贈咗佢2句，就話咧佢出年咧就紅㗎啦，一生咧冇乜大嘅起伏。咁啊梁思浩就表示咧，呢一個嘅小妹妹咧，依家就已經係樂壇天后嚟嘅。係遲劉錫明一屆，即係第7屆嘅新秀得獎者。當時咧我都嗱嗱臨咧上去 Google 去揾下到底係邊個啦。哦，原來係佢。咁啊翻查翻資料咧，咁啊梁思浩咧都喺節目度有公開個答案嘅，就係鄭秀文啦。參賽嘅時候咧只係有16歲，咁啊冇錯啊，真係依家就紅到爆啊！不過有趣嘅係咧，鄭秀文依家咧就信咗教啦。睇翻當年即係信教啦，同呢一個算命之間到底有冇啲咩嘅唔同嘅睇法呢？我都幾有興趣啊！好啦，不過呢樣嘢呢，我哋擺埋一邊先。咁啊，劉錫明喺89年嘅時候，憑住劇集《義不容情》就奠定咗喺電視台嘅小生地位啦。咁但係突然之間呢，就走咗去台灣發展喎。咁啊，當時呢都幾轟動㗎，係啊，發展得都幾好啊！突然之間呢，已消失咗，唔見咗人咁滯嘅。咁啊，同時坊間呢都有啲傳聞呢傳咗出嚟㗎啦，就指呢同一位女歌星有關嘅，亦都因為咁樣咧，就出咗啲咧封殺嘅流言出嚟啊！嗱，呢一段古仔咧，飛天爺爺啱啱咧就喺是這樣的嗰邊嘅 YouTube channel 咧，就分享咗劉錫明當年接受電台一個訪問咧，會唔會就關呢一個訪問事咧？有興趣嘅話咧，大家過去聽聽啊！好啦，我哋翻嚟呢一度先啦，唔好走住。好啦，呢一件事咧都過咗成35年㗎啦。咁啊，劉錫明提翻呢一件咧，哇，即係塵封嘅往事啦。佢自己話咧就並唔係俾人封殺嘅，即係佢自己都講啦，點解唔可以留喺度？又唔係做咩壞事係咪？咁啊，只不過就話咧，即係唔可以喺香港呢一度咧，係因為運啊。咁啊，佢自己解釋就話咧，當年就係94年啦。甲戌年甲戌日，佢自己咧就係甲辰年啊，係衝大運，一辰衝3戌，所以一衝咧就衝咗去台灣。大家明唔明？我就唔明，不過唔緊要。佢話原來當時台灣嘅深閨夢旅程咧就換角啦，劉錫明咧就咁啱咧，接手咗做咗男一啦，係佢嘅運帶咗佢過去台灣度發展啊，咁啊，所以先至會出現咗咁樣嘅情況出嚟嘅。嗱，咁啊，劉錫明咁叻呢一啲嘅術數啊、八字啦，咁啊，但係咧佢都堅佢咧係唔會攞嚟咧做一個生財嘅工具嘅。佢解釋就話咧，用術數去揾食咧會有5弊3缺啊，就係鰥寡孤獨殘，所以就決定咧唔做啦。咩叫鰥咧？頭先我都 search 過嘅，就係冇老婆啦，或者係一啲喪妻嘅男人啊，所以就唔制啦。或者因為咁樣啦，所以依家先至有老婆啊，有小朋友，有個家庭啦。咁不過即係唔攞嚟揾錢啫。咁啊
間唔中贈下啲同行嘅話咧都 OK 嘅。咁佢就透露啦，喺96年嘅時候咧，就同林心如合作，當時咧佢未紅嘅，咁啊幫對方咧算一算嘅時候咧就嚇咗一跳啦。佢就話咧見到佢係唔只有10年嘅大運啊，仲要係咧累積埋20年嘅好運添啊，係一次過爆出嚟嘅。佢直頭話咧呢一個局啊，呢一個運啊好到咧，即係只要識計八字嘅話，一見到咧都知道咧係不得了噶啦。而佢哋當時咧係一齊拍緊套劇嘅，咁啊到底林心如嘅運幾時嚟，幾時爆呢？下一年就到啦。拍咗邊套劇呢？唔使講，大家都知啦，《還珠格格》啦。哇！當年呢，只要全世界華人地區啊，都一定係紅嘅，紅到依家咁滯添啊，所以幾犀利。好啦，最後都長氣少少啦。到底劉錫明當年喺個電台訪問度發生過啲咩事？點解會引發到之後周慧敏事件出嚟嘅呢？有興趣嘅話，過去另一個 channel是這樣的聽埋啊！